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吗？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妈，来，我来了。哦，来了。明芳啊，你去摕迄包中药，是真是咧调身体，还是讲你的身体有啥物问题啊？妈，迄真正是要摕来调身体的啦。哦。我是讲，若真是身体无爽快吼，安尼就踮咧厝内，莫去公司啦，甲嘉欣讲一声就好啊。要毋过，我今日才头一天上班呢。哎呀，拼事业吼是少年人的代志。我毋是讲你老啊，我的意思是讲吼，嘉欣即摆拢要退休啊，你是因某呢，你去上班，嘉欣退休伫厝的。是啥物陪伊啊？甲我这个老的，你看我，我看你哦。妈，我毋是讲我一定坚持要去公司上班。假使今日嘉诚若是爱我莫去上班，我就莫去。唉，非得吼，恁大家理由拢少多啦。我吼嘛讲袂赢恁，随在恁欢喜就好。哈。文玲，阿妈，明芳阿姨，文玲啊，你哪会来啊？我头拄仔去看妇产科，顺路过来。你人也无爽快哦？安怎？今早结果啥款？医生讲，我无有心。哈？我迄个金孙出世的时阵，我才叫冠华吼找你买迄个啥物教育基金储蓄险啦，搁甲阮金孙买一个大保险啦，哈。多谢阿姨。哎，你吼嘛无爱甲心地又好啦，还伫咧咱兜戆寡等啦，冠华，你毋是讲甲国外的客户又好啊，哪会变做陪恁某三囝啊？着客户无一个分机啦，所以改明仔载。文玲咧，伊哪会无甲你做伙转来啦？伊转去后头厝看卖啦。这对啦，医生敢有讲我迄个金孙挂大汉啊？即马吼应该已经听到伊的心脏安尼砰砰砰的迄个声吼。哎呦，你是安怎啦？伊毋是有去做迄个啥物超音波啊？迄相片摕互我看，互我看紧嘞，我看一下，我看相片。啥啦？阮恁无有心啦。啥个啊？这边哪有可能啦？我迄天亲目睭看到的，迄有2条线呢。这边哪有可能无有心啦？医生就讲伊无有心，你家己袂晓去问伊哦。哪会安
妈，我甲新弟去外口讲保险的代志。过来啦！上叶冠华，来啦！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走来阮兜创啥？我早就甲你讲过，若是你今仔日无出现，我就直接去恁兜试电铃。你甲代志闹大，敢有意义？我感觉真有意义啊！安怎？你嘛会惊是无？惊到毋敢互迄个查某先转来是无？你是闹煞马啊？这句是我要讲的，一直讲白惨。外口有遐尼侪查甫人在掠我无名无分地理，结果咧，我得到啥物？啊？也毋过看起来你嘛无得到啥物，想要阮骂我生第二个？囡仔咧，囡仔伫倒位啊？你咧欢喜什么啊？叶冠华，做你的态度，得到啊就无一定煞是无？我甲你讲，你伤超过啊！你到底走来阮兜要创啥？我就想要问你创啥？是安怎一直骗我？恁妈讲恁早就有计划偷偷生第二个啊？计划是两个咧计划，到我什么地带啊？我逐工甲伊困工一点眠床，总是爱应付一个啊！应付一个好啦！你无爱，伊敢会勉强你？啊？讲什么伊肥讲歹，你无兴趣，一点仔感觉都无。闹煞马啊！要会闹煞？我今日就甲你拼！袂，你就去找陈文玲讲离婚，无就是我是陈文玲讲。你莫逼我，你逼我，我就甲你分手。你好大试看吗？你抓住我无当。叶冠华，你给我倒来！叶冠华！敢有影是真情母唔对去？是咧，花是咧创啥，也毋是你唔对啊！文玲啊，这是误会啊！啊，你甲冠华两个搁遮尔仔少年啊，恁才30外了呢，要生囡仔就简单的啦。啊，人迄吼40外岁人，嘛生甲变变叫啊！你吼，甲身体调养好，相信阿嬷的话，就紧你就会有心啊，哈！是咧，阮家己代志不清楚，才甲大家讲的，害恁大家拢遐尼期待，尤其是阮大家。已经期待遐尼久啊，假使伊知影一定会，会足失望的。哎，啊这哪会怪你啦？生囡仔是两个人的代志呢。你也毋是讲不爱生啊啦，那是讲你有心，结果落体啊。文玲啊，哎呀，这送你转去无？我顺续甲亲母讲一下。无要紧啊，冠华等下来接我。若是冠华姨妈怪你，你甲我讲，我去找伊。文玲啊，这毋是你的唔对啦，你莫阁想啊，袂用想伤心无，啊若无吼，后妈是会唔甘无，知影无？乖，乖啊！妈，阮回来啊，无，阮先入去休困吼。文玲啊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妈，是咧啦，是我唔对，害你失望啊。啊，医生有讲到底是为什么无啦？医生讲，迄个验孕棒无一定准，搁爱转去做检查。连验孕棒都无法度相信，啊是要相信啥？真正是哦，空欢喜啦，假无用的啦。无采我的时间，闪啦！
即个啦，害大家只是白欢喜尔。我忝啊，我先去休困。查某人大巴肚是大代志啦，你看安尼无要无紧。对今仔开始吼，三顿吼我来煮，吼衫裤我来洗，你着安尼好好啊休困，甲我的金孙吼安尼平平安安洗落来哈。我要甲咱小皮蛋加讲一个，小皮蛋，小皮蛋。哇，你妈呢？小皮喵啦！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你来伫哭？妈妈，莫哭哦。刚才妈妈跟我遗酸，妈妈永远爱你。这嘛遮尔，哎，下班了。交换，今仔日有人包场哦。哦，无啦，就几个码头的朋友来找我。啊，哦，甲大家介绍一下，伊哦是我的女朋友陈文琪。嗨，我真正阁想讲，阮做工课时阵有遮尔济水查某囡仔，有气质，有窈窕的，有高水的，哪无看过你追求啥？原来你是介意有魅力的姐姐哦。Kiki，莫怪你一直无机会。我也无甲伊交换过。对，只是大家拢甲唱想讲，家己甲交欢配合要上好，爱因甲恁排做伙行。莫白讲哦，我甲交换过，啥物拢无。我本身笑的啦。既然你有朋友伫，我就先来等候。免啦，你肯定有机会认识阮朋友，我甲你介绍一下。这是 Kiki、Ruby、Tommy， 上远的迄个识别。问机子好。我去煮咖啡。好，文琪姐，就来做伙讲，莫徛咧啦。哦，好啊。其实恁叫我文琪姐，阮等下要去唱歌，敢要做伙来？好啊，文琪姐，你是做啥物的啊？我伫纺织公司做营销总监。哇，总监哦。安尼你认真无闲？袂啦。歹势，我接一个电话。真正袂歹呢。喂，对啊，总监。哪会阁混唔对啊？我毋是甲你讲过爱好好看你，莫甲我回失咧！你叫伊马上赶出来互我，10点之前爱寄互我。恁继续讲啊。文琪姐敢若女强人呢？毋是干呐，伊吼就是女强人，伊一个人爱管一间大公司的营销部门。安尼你毋就无啥物时间会当约会？阮前女朋友嘛是最爱做工课，逐工一直加班，后来阮就分手啊。分手？讲什么分手？你是还好开讲无？我毋是这意思，我只是想要分享一个真惨的经验。袂要紧，我本来就真无闲。歹势，我要去你处理一个公司，恁慢慢来讲。买啦，对哦，再想，买啦，听讲姐弟恋有足侪问题呢。对啊，真侪观念会无共款。哎呀，毋那是姐弟恋，
就算是我真女朋友，比我少年真多，嘛真歹斗阵，有够烦的啦。反起来亲像在起笑，就是要甲拍。其实姐弟恋无啥，较爱做工课做伙才会欢喜。逐工电脑在你身上，真正有够烦的。你才欢喜。哎，拄则猫咪人讲呐，冇炸电脑。对吧？我就讲啊。一阵囡仔屁，只要出来走跳的时阵，能够底遐妈妈10块咧。我看起来敢像是加交换真济回。是有一点仔了文无唔对啦，样个混我无会了哦，应该就看袂出来啊。每一个角度拢真水啊！一直叫我问机子，看起来明明就跟你差不多，好无？切！喂，你好，我想要约明仔暗时专心 SPA。对，头皮佮专心 SPA。无代志就较只休困咧，莫想伤济。好，再见。我拄则敲电话给文玲，伊讲伊无代志啊，爱难免烦恼。文玲的个性就是安尼，有委屈都藏伫心内，袂讲出来。有机会还是爱较只关心伊。我听妈讲你今日去看中医，安怎是？倒位无爽快，有淡薄烦恼呢。无啦，就阮妈讲有一个中医足厉害的，只要互伊调理身体，连你要50岁的人拢会当有新生囡仔，所以我就带伊去看，然后搁插一包药仔转来。你有影想要生哦？啊是你感觉就准拄煞？什么准拄煞？我毋是讲过啊！你若真正想要生，咱就试看卖哩。也毋过，都顺其自然，莫有压力，好无？安尼这件代志，你是毋是感觉先莫互妈知影较好？有文玲这个代志，咱也是先莫互有期待，安尼较好啦。你遐个朋友咧，毋是讲要去唱歌，我无闲煞，会当出发啦。你拢忝甲困去啊，搁唱什么歌？我叫因先去啊。想跳，我才袂跳。你即马伫倒位？咱即马就过去。我要互你另朋友看卖，我已经是夜店的母后，无到3点是袂转去的。你真是足古锥。古锥这个词，毋是用来形容节制。也毋过你就是古锥的姐姐啊。好啦，我承认我真是忝啊。若无，我先转去，你去找因算好。喂，我是讲真实的，你莫因为我去改变你原本的生活。我无改变啊，我本来就无啥介意唱歌，而且我感觉甲你做伙较欢喜。哇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日恋期哦！安尼我要好好珍惜这3个月。拜托，咱的日恋期才袂干3个月好无？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我们一起在楼檐下。哇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日恋期哦！安尼我要好好珍惜这3个月。拜托，咱的日恋期才袂干3个月好无？
好啊，你要食啥？我去煮。我想要食泡面。那我知食啥物泡面？我有三明治好啊。我就是想要食泡面，而且我要加食一罐防腐剂，安尼才会当永远青春。好，泡面就泡面，我替你加肉、加菜、搁加卵，然后打包防腐剂好无？好。等我，我叫你。应该在困啊。迄包药还放在倒位哈？看无呢。啊好啊，敖大。医生，歹势啦，这才甲你叫出来。袂啦，纯粹出来运动者啦。啊，好，对好。你想要问我啥？来，这啦，你替我看卖啊，这是在食啥？嘿。啊，这像药啊？阮新妇下啦。哦。这身份看起来吼，有青旗、冬参、丁香、虎毒。嘿。这要食生囡仔的。啊？这食了真是有心哦。无毋对，这是一贴吼，要互准备有心的人调理体质的药粉。啊好啊，你的新妇要阁生哦，啊若生出来，毋就比你的干仔孙阁较细汉。香啊！我这6点呢，好了，来啊啦！是想透早就起电哩。阿妈，你哪遐尼早就来了？阿妈，你是安怎？你敢知影文玲的代志啊？知影，有心啊！哎哟，你这做大姐的人吼，你嘛小关心一下恁小妹哈。就算讲吼，你无时间愿意去找伊，至少嘛敲一下电话。你敢知影？文玲迄天吼去产检的时阵，去阿嬷遐。我伤心，你知无？感觉文玲老体哦。哎哟，无心是要安怎老体啦？哈？拢嘛爱怪迄什么验孕棒啦，一点仔拢无准。哪有这款代志啦？我哪会知啦？上界奇怪吼，就是迄种吼，想要有心的人无法度有心，啊，无应该有心的人偏偏想要生。阿妈。你拄则讲，无应该有心的偏偏想要生，迄是啥？明芳啊，邱明芳想要生囡仔。哎哟，照想的呢，伊去看中医呢，摕一包药啊，照大包转来呢，迄拢是真有心的啊。所以阿姊嘛想要生哦。翁仔某的代志，我哪好意思问啦？
唉，是讲吼，恁阿姊嘛60外啊，啊嘛做阿公啊，啊毋想看嘛讲咱兜这5个囡仔，啊，搁有幸华遐尼侪代志拢爱解决，啊，搁想要生一个囡仔来压家，啊，我实在是哦，我想着头壳疼。我甲张丽都已经差遮尔济岁啊，甲苏雄雄出现弟弟或者是妹妹，遐尼细汉，安尼真奇怪呢。而且，安尼以后医生来叫一人的啊，阿姑或者是阿姨，嘛伤好笑啊。是啊，啊，着乱七八糟啊，对无？啊，人新妇就讲要生，我这做大家的人，敢讲会讲你莫生，安尼互厝边隔壁知影，会讲我无风度。阿嬷，万一伊真是生出来是要安怎？生出来就要饲啊！啊，无呢啦，你去找友人啦，去甲恁阿姊参详，讲叫伊叫明峰莫生啊。这款代志我甲张莲是要安怎开嘴啦？我无法度啦！哎呀，惠弟就明峰嘛得要死着啦，即嘛毋是伊讲想要生就生伊出来。有影吼，无怪伊会去找中医。啊，若是生袂出来哦，生袂出来上好啦，心事事死。对啦，你甲交欢的代志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还是搁咧骗我？无骗你啦，我逐工上班进前拢会去伊遐食早顿，无咱等下做伙去啊。食早顿哦。啊，哎，袂用。我是出来要替友里买豆粒，还佫有车粿呢。啊，你若这搞话，你甲我讲，我要进来买，较免等下吼，人歇困就无通好食啊。阿妈，你都会说你哦。好啦。嘉诚，妈有买烧饼、油车粿，还佫有豆奶，紧去食，拢冷去啊。你若枵先去食啦，免专工等我。啉是我爱啉中药啊。先怎？先怎啦？我的腰敢若去闪着啊！阿妈有够早。好早。那有中药？谁在食中药啊？你明芳阿姨啊。明芳阿姨，伊食中药创啥？讲要调身体啊。哦。有哩啦。阿嬷问你吼，假使吼恁爸啊甲恁明芳阿姨，若要生一个弟弟还是妹妹，你感觉啥款啊？安尼真好啊！安尼因就袂一天到晚讲我的心情，讲我伫创啥，吼，我着解脱啦。你毋惊迄个囡仔生出来了，大家拢听伊无听你哦？哎哟，阿嬷，我拢几岁啊？哪有可能甲一个红仔伫遐食醋？而且讲安怎讲，我做班啊，拢做10几年啊！下年啊，有够啊啦！我即马我较需要独立的生活，应该互我搁较侪空间，上好拢莫管我。你的空间阁无够哦，哈！等这囡仔若出世吼，你才知影啥物叫做空间无够。哎呦，阿嬷，你哪会熊问这？明芳阿姨有心啊！我凊彩讲的啦。也是讲，爸因希望有囡仔。较慢咧。爸，你安怎啊？哎呀！哎呦！你这先演倒一出啦！哎呀！哦！你是安怎啦？我着真无细力，又去闪着啦！你昨讲好好，哪会今日就又闪着啊？就拄只。拄只？拄只你也无出去啊，也无去运动，拢在房间内，为什么闪着啊？无啦，妈。哎呀！
无啦，啊，着嘉诚伫咧房间内底，伫咧做轻松的运动，活动经过，无说你就变安尼啊。对啦，一定是吼久无运动，常常安尼出力，腰才会去闪着啦。哎呦爸，查甫人这腰吼最重要呢，若是受伤真歹恢复，尤其是你这个岁啊，运动之前吼爱做一寡准备啊，有时阵吼嘛要休困，安尼才会无代志。是的，你较细啦你。这个囡仔哪会讲话拢无经过头壳？是讲你嘛真害呢？恁翁拢几岁啊？伊要做啥物动作，你不要甲伊动一下？我嘛唔知影伊哪会雄雄变安尼啊。妈，我去房间看卖，看有啥物药布会当打无？哎呦，说你啊。爸，我来甲你推推的，好。小等下，啊？你敢会晓？会晓啦，我之前有甲阿嬷推过啊。看起来是嘉诚比明芳较想要爱一个囡仔，也毋过，哎哟，伊今年拢几岁啊？要伫囡仔嘛爱看缘分啊！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眼泪流下。狗子啊，早顿赶快食贝果先。啊，对啊。喏，要互文玲囡仔衫，我整理好啊，当时摕互伊。唔免摕互伊啊，为什么啊？文玲根本无心，讲是验孕棒验唔对啊。验孕棒嘛验唔对。文玲连这款代志拢无要甲我讲，我也是听阿嬷讲才知影的。嘛唔知是为当时开始，文玲的代志我变做是阮兜最后一个知影的。啊，明明着我甲文玲才是上亲的，敢毋是？有永远无法度亲像细汉安尼啊！大汉啊，真侪代志，拢甲以前无共款。而且有搁较含的。佮为什么比验孕棒验唔着佮较含的？有，周明芳竟然想要甲我一生囡仔。哇，这无真含吗？无真含，我阿一拢几岁啊？也毋过嘛无真老啊，我阁看过报道写迄种80几岁生囡仔的呢。而且明芳阿姨想要甲因翁有一个爱的结果，有一个假的归属，这种心情我会当了解。安尼我问你，以后伊选是要叫一个当出是红的啊，阿舅还是阿姨？这厝内备婚嘛，我都伤奇怪啊。这嘛毋是你烦恼就当解决的啊。我嘛知影，连阿嬷拢无法度插手啊，我是会当讲啥？我只是足气的，啊，一大概拢安尼，总是想要安怎就安怎，拢无伫顾虑阮的感受。好啊，你莫想遮尔济啊！你即马不如加替文玲想，看要安怎关心伊。嘛对。这衫就够水的，若是阮女儿当阁生一个偌好。无，你会当摕去送明芳阿姨，伊无得家己信用着。我才袂。较细哩，细哩，哎呀，感觉足疼，拢无较好哦。安尼你等下要安怎开会？我看吼，你代替我去主持会议好啦。安尼敢好？你是董事长助理，本来就是爱替我处理代志啊。我嘛拄好趁这时间紧去看医生。对啦，莫互大家知影我要去闪着的代志。我知影，就无面子。搁有啦，专卖店设计代志，会记你伫咧会议甲大家讲，叫因照我讲的去执行，吼。好，安尼我即马先叫书记过来。
总监，总监，总监，阿明，卡互金秘书，请董事长过来。好。歹势，我来想我。今日董事长有代志，请我替伊主持会议。董事长无来，照规矩，会议是由刘总监来主持。哦，迄落周助理歹势，我去搬椅仔互你。哦，歹势，我毋知影是安尼。免搬椅啊！既然董事长有交代，今日会议由你来主持。既然安尼，咱就照规矩，请张总监替咱主持会议啦。我讲毋免啦，大家时间拢真宝贵，紧开会啦。文记，好，安尼我就先甲大家报告新运动执行的进度。A 人迄边样品全部拢看过啊，伊拢 OK。细数落来会有几个款式交互工厂，由工厂开始生产。啊，若通路的部分，专卖店甲万铺百货专柜设计已经伫画设计图啊。我会搁甲设计师约时间确定。敢已经甲设计师签约啊？阿妹，安尼好，既然还未签约，就先放咧。为什么？我等下结束才甲你讲。既然是开会，有啥物代志就咧会讲。董事长是讲专卖店的设计要交互阮听来执行。董事长20要进来公司，代志哪会当安尼处理？就算要签约，我嘛甲设计师来回讨论5-6届啊，哪会当讲换就换？这是董事长的意思。是董事长的意思，也是你的意思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就算还未签约，我嘛甲设计师来回讨论5-6届啊，哪会当讲换就换？这是董事长的意思。是董事长的意思，也是你的意思。这确实是董事长的意思，我只是代替执行。若是有需要，我即马会当敲电话给董事长，你家己问清楚。就算是董事长的意思，过去伊嘛尊重大家的想法，讨论了才决定，毋是讲一句话是要安怎就安怎。安尼大家何必坐伫遮开会？好啊，这个代志就先放咧，我会过去问董事长，确认了后才继续进行。营销部若无别代志，就请阿炳报告工厂生产的进度。是，各位请看资料的第5页。为这边开始是工厂生产部的计划，即摆看到是布料的一寡建本，还有一寡制作的流程，然后会当看后一页。会议已经结束，还有啥物代志？有一寡话，我一定要甲你讲清楚。我知影你过去是一个人在做生意，啥物代志拢爱家己处理。也毋过大公司有大公司的制度，尤其你即马是助理，请你先摸清楚家己的责任是啥物。我今日只是临时到3天，要传达恁爸交代的代志。我毋知我倒位做毋对。你拄则甲文琪讲，无签约就先放咧。这就是在命令文琪照你的话去做。就算今仔日会议是爸亲身主持，伊嘛袂像你安尼无尊重伊。安尼我即马敲互恁爸，你直接问伊好啊。你看，你即马反应真正足幼稚。这种话私底下讲就准拄煞。拄则会议你当遮济人的面，嘛是安尼讲，真正足无妥当。助理应该是替董事长做事的啦，毋是出问题就甲董事长当作靠山。若是嘉诚亲身来主持会议，嘛甲我讲共款的话，是毋是大家反应都袂遐尼大？当然，董事长是董事长，助理是助理，你只是替伊传达意见啦。
拜托你心母清楚家己生活，莫受超过。我的话就讲到这，你家己想看觅。周明峰拄来公司，啥物拢毋办，就甲伫会议甲我大细声。我看伊连新运动的专卖店开伫倒位拢毋知，根本就是靠细仔钱互伊做靠山，黑白命令别人。我拄则去甲伊讲过啊，希望伊以后爱知影站站。上好伊听有。毋过我嘛想要问你，那甲专卖店交互幼儿设计，敢袂用诶？爸意思应该是想要照顾幼儿。这我当然知影，我毋是反对交互张幼员，抑我代志袂当安尼处理。我甲设计师拢无闲过来讲话啊，这么一句话讲话着我，咱要怎甲人交代？兴华伫业界感觉够有信用。这我拄则嘛想过啊。目前你甲设计师重点拢放伫个万宝百货专柜，这部分你会继续进行。其他有几间新的专卖店搁咧顾，你是不是会经一间互幼儿做？我甲设计师讨论看卖，应该无伤大问题。安尼照顾幼儿嘛袂互你伤歹做。你看，同一个代志，你处理的方式就真妥当，真是想无伊头壳内底拢底啥。张友啊，顶个季老师的迄13敢会当做啊？你要创啥？我毋是讲阮朋友介绍 case 互我，我要去开会，就要请者。恁朋友对你遮尔好，连面借钱，连面搁介绍 case。厝外靠朋友啊，对无？多谢。较细日的，莫污垃圾。放心啦，我清完了后会摕去洗，回来时阵绝对甲新的共款。喂，张友啊，我是陈文琪。有一个 case 是兴华家己品牌专柜要设计，你敢会当接？会当，我会当接。好，安尼今仔日下晡敢有闲，敢方便来兴华讲合作？好，我准时到。多谢。哇，你是队长哦，接一个电话欢喜甲安尼。兴华有 case 要找我做，我要准备啊出去。我靠！伊要去兴华，我去兴华是毋是甲伊拄着？毋着害啊！刘小姐，这边请，转港等下就到啊。好，多谢。来。歹势，你好，我谢刚，我甲恁董事长有约。你稍等一下。好，多谢。金秘书有一位工程师要见董事长。好，请你直接去董事长的办公室就好啊。你敢知道要安怎行？我知影，我去过，多谢。好。应该无互看到。你安怎300啦。兄弟，来，恁伫遮上班对无？对啊。好，安尼恁对薪水敢满意？其实吼，我等下要去找恁董事长。讲恁个。爱替恁讲几句话。好啊。你去兴华创啥？安尼是要安怎互你？安尼就麻烦阿伯甲钱汇去我国外口座。要毋过你的口座毋是已经轰动去了？麻烦你甲我的亲人保持距离。既然互你入来公司，我保证会互你得到应该有的尊重。我感觉周云峰这个人吼，真有手段，真厉害。即摆吼，连兴华的接班人张友仁位置吼，拢真危险。什么接班人啦？我都还未老到需要马上退休。你俩阵当我退休啊，兴华就是你的了，会当免甲我控在眼内心。我甲你讲，
好你的权力，我随时当收倒来。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帽线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们间像不曾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。雨停了，像候鸟，咖啡的再远，终究还是回到那原点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。